来看新竹，这新竹县一间国中的老师呢，针对学校的5楼跳落来了后，送病院游园救不回来，引起外界关心。初步调查，这位老师是因为管教学生的方式引起争议，和学校调查，落尾也去投诉，讲伊伫咧工课场所受到霸凌，造成伊有情绪的困扰。学校表示讲，目前已经完成校案通报，也会配合警方调查。 新竹县一间国中校园传出上课的时间，老师写落楼的意外，但是发生伫拜4早起8点外。学校表示，当时学生拢在上课，所以无人看到事发当时的状况。经过救护车送病院，救无回来。事发了后，相关辅导人员有进入校园，针对学校员工甲学生进行心理辅导。老师呢，他因为在几年前开始就有身心症状。 那在几年前，我们因为考量他的身心问题，我们也调整他的职务，让他担任专任老师，让他减少他的教学工作的压力。那如果有各种学生有需要个别一一辅导或者是小团体辅导，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给予学生协助。 新竹县教育局指出，这位老师因为管教学生方式引起争议，和学校调查。这个老师也去投诉学校对伊工课场霸凌，也因为这个代志造成伊有情绪困扰。校园内发生这场悲剧，政府讲会搁进行调查。后续这个事件，我们也会请学校主动来继续来了解。针对家属部分，我们会请学校来协助跟那个。 看需要有什么关怀的部分，针对学校校园部分，那我们会启动校园的一些咨商跟辅导。校方面表示，会按照相关制度提供必要的协助。目前已经由校长调集危机处理小组完成校案通报，也会全力配合警方甲相关单位刷落去的调查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